好煩啊！最近咧，我哋公司贏咗單官司，但係咧對方一直拖住唔肯還錢喎。陳律師點算好啊 Hilda， 其實唔使咁煩嘅，你哋可以直接去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咁咪得咯。強制執行係咪真係揾直達主任上門貼封條嗰啲啊？咁又唔係，畢竟呢個係香港嘅做法，咁內地咧始終有啲唔同嘅。首先咧，執行法院就唔一樣啦。喺內地一般係由原審法院或者被執行人嘅財產所在地嘅法院去負責執行。你哋只需要憑着勝訴嘅判決書去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就 OK 噶啦。咁方便啊！的確係唔同啲香港嘅做法喎，要自己去到高等法院或者區域法院嘅執行部門去申請執行令狀，仲要提交好多資料。冇錯，內地嘅執行係由法院嘅執行法官同埋執行局嘅工作人員直接做噶，佢哋嘅權力都幾大噶，可以直接凍結對方嘅銀行賬戶、查封物業，甚至限制高消費同埋佢哋嘅出境添。哇，咁犀利啊！香港就唔同喎，係交俾法院嘅執達主任去做嘅，佢哋會親自去到現場執法，必要時仲會叫埋警察幫手。唔止啊，喺內地近年嚟都會將被執行人，亦即係老賴嘅名單公開上網，限制佢哋坐飛機、高鐵，甚至高消費，社會嘅監督力度都好大㗎。咁犀利啊！香港就唔會咁公開咯，執行過程咧都係低調進行，唔會公開被執行人嘅個人資料。仲有一點要留意喎，雖然內地同香港已經有安排互相承認同執行對方嘅判決，但係手續係比較複雜嘅，要經過一定嘅申請程序，唔係自動執行㗎。明白晒啦。咁睇嚟內地嘅執行真係主動同高效好多添喎。各有區別啦，最緊要你了解清楚個中嘅唔同，咁樣處理起身先會輕鬆好多。今日真係學到好多嘢啦，多謝你啊陳律師，今晚請你食飯啦。好啊，咁我就唔客氣啦。